在你名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医治的爱。在你的山谷中，你领我走出来，我跌跌又撞撞，是你扶我站起来。我满身是伤痕，你将我抱起来，我在你的怀中苏醒过来。耶稣的爱医治了我的心，破碎的生命完整起来，心中有燃起光明的期待，再一次勇敢将自己敞开。耶稣的爱刚强了我的心，星星的翅膀再飞起来，飞越每一个高山和低谷，感谢耶稣医治的爱。大家平安，我们今天要继续来读以斯拉记的第8章第15节到第36节。在开始前，我们先来同心祷告。慈爱的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有一个好的时间，能够来领受主你的话语，因为主你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，是我们脚前的光。求主你继续照耀我们，继续带领我们，因为我们知道有主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引导，成为我们的盾牌，我们可以依靠你，因为主你是我们的避难所。求主你赏赐丰丰富富的恩典在我们每一位的身上，在我们平时的生活里，在我们面对的挑战里，都能够有主你的恩典彰显荣耀与我们同在。我们这样子祈祷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以斯拉记第8章第15节，以斯拉为圣殿征召利未人。我征召全体民众聚在那条通往亚哈瓦城的河边，我们在那里扎营3天。
我发现民众中有祭司，但没有利未人。于是我招来9个领袖：以利以谢、雅列、示玛雅、以利拿单、雅利、以利拿单、拿单、撒加利亚、米舒兰，以及2个教师约雅利和以利拿单。我派他们去见加西腓亚地区的领袖益多，请他和他的同工圣殿工人派给我们一些人，好在圣殿侍奉上帝。由于上帝仁慈的帮助，他们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很能干的人，示利比。他是属抹利宗族的利未人，他的儿子和兄弟共18人，跟他一道来。他们也派来米拉利宗族的哈沙比亚和耶塞亚，连同20名亲属。另外，又有220名圣殿工人。这些人的祖先是大卫王和他的大臣们任命去协助利未人的，他们的名字一一列在名单上。读完15节到20节，讲述为服侍神预备合适的人。这边有2点可以跟大家来做分享。第一是神为他的工作预备工人。以斯拉发现没有利未人，这个情况在新约马太福音的第9章37到38节，我们也可以看到里面提到庄稼多，工作的人少。所以教会的事工，神的事工是需要大家的参与。第二点，圣职不再限制利未人，而是所有信徒皆为祭司。因为我们在彼得前书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第2章第5节到第9节，讲述到信徒是属神的子民。在现在我们的侍奉事工里面，因着耶稣，我们的救主基督，我们能够成为神的子民，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。接下来我们要读以斯拉记的第8章21节。以斯拉领人民禁食祷告，在亚哈瓦河边，我命令大家禁食，在我们上帝面前谦卑，求他在旅程中引导我们，保护我们和我们的儿女，以及我们所有的财物。我觉得向皇帝请求一队骑兵沿途保护我们，使我们不受敌人侵害，这是一件羞愧的事。因为我曾对皇帝说，我们的上帝赐福给每一个信靠他的人，但对那些背弃他的，他就发怒惩罚。因此我们禁食，祈求上帝保护我们，他听了我们的祷告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以斯拉记的第8章第24节，为圣殿献的礼物。从祭司领袖当中，我选了示利比、哈沙比亚和其他10个人，然后我把皇帝和他的参谋、官员以及以色列人为圣殿所献出的金子、银子和器皿称了，交给祭司。以下就是我交给他们的东西：银子22公吨，100个银具70公斤，金子3400公斤，20个金碗8.4公斤，2个精致的铜碗，价值相当于金碗。我对他们说，你们在上主，你们祖先上帝的眼中是神圣的，所有自愿献给他的金器银器也是神圣的。你们要小心看守他们，一直到抵达圣殿。到了那里，要在祭司室内称过，转交给祭司和利未人的领袖，以及耶路撒冷的以色列人领袖。
于是祭司和利未人负责看管这些金子、银子和器皿，把他们带到耶路撒冷的圣殿。返回耶路撒冷，正月12日，我们离开了亚哈哇河，往耶路撒冷去。我们的上帝与我们同在，保护我们在途中不被敌人和埋伏的人攻击。到达耶路撒冷，我们休息了3天。第4天，我们就到圣殿去，称了金子、银子和器皿，把它们转交给乌利亚的儿子米利莫祭司和跟他一起的，还有菲尼哈的儿子以利亚撒2个利未人，约书亚的儿子约沙拔和宾内的儿子挪亚底。在24节到33节这边，我们可以看到称出圣物给祭司利未人，交托了他们看守，直到带到耶路撒冷。哇！我不知道大家看到这个经节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觉，但是我感觉真的好有恩典的一段旅程。因为如果是我带着圣物，带着金银，一路上保管着到达耶路撒冷，哇，会是一个怎么样紧张的一个心情，或者是一个怎么样烦躁的一个感觉。我想我可能没有办法等3天，我可能第1天到达耶路撒冷，我就会想要赶快把这个圣物啊、金子、银子啊，赶快拿给祭司们，赶快分发还给他们。这样的一个状况，以斯拉他们没有看到，好像有什么样子的问题以及不安。这是一件可以说是非常神奇、有奥妙的一个智慧在他们当中，因为看起来好像是很散漫，到了耶路撒冷还休息了3天，并没有马上进行比较正式的一个交接跟称量的一个行为，到了第4天才做。好像可以用运气来形容他们吗？也不是，也不行，因为在这么样子的一个正式以及隆重的一个行为上面，它是必须要仔细的，它是必须要精确的，它是必须要有制度的。而这个就有2点我可以与大家分享。第一个就是管理圣物，神托付的职分与恩赐，当一位好管家。好管家在哥林多前书的第4章1到2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是神奥秘式的管家，是神最重要的一个器皿，而这个器皿最重要的是忠心。试想一下，如果说缺少了利未人，只是找来，然后随便托付了给他东西，却期望他整段路上面不出问题，而在最后都能够有一个好的结果，这似乎不太现实。那我们的以斯拉他又是怎么做的呢？我们可以看到，我们的以斯拉他不但有明确的一个制度，也有很清楚的步骤与行为。在出发前，怎么样的一个规划，在过程中是有训练，在最后有验收，因为这样整个非常的清楚，也非常的完整，而达到后面它可以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结果。这是身为一个好管家的必须要学习的部分。第2点，在圣物分别为圣上面，我想到的是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的第1节，
里面就有提到，我们应当要洁净我们自己，成为圣洁，因为我们不单单是神所看重的，我们也是神的殿。而在神的家中，我们要用端正以及诚实来进行主的事工，来进行我们的侍奉。在哥林多后书里面第8章第20节到21节里面就有保罗对奉献的处理是遵守公正以及透明的。管理者的责任感必须要被凸显以及强调，在透明度、诚信是需要按照神的制度行事。神事工的奥妙在于完成事工的本身，也建立人，使人有新造的生命，使自己成为圣洁。期许大家都能够在主的事工里面，能够领受到主的恩典，都能够有满满的祝福。接下来我们要看到以斯拉记的第8章第34节。每件东西都数过称过，同时做了详细的记录。所有从流亡归来的人都带了祭物，做烧化祭，献给以色列的上帝。他们为全以色列人献上12头公牛、96只公绵羊、77只小绵羊，又为洁净自己的罪献上12只公山羊。这些畜生都当作生祭烧了，献给上主。他们又把皇帝给他们的诏书交给核心省省长和官长们，他们就支持人民和圣殿敬拜的事。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以斯拉他们献祭，为罪献赎罪祭，也献燔祭。这里有2点与大家分享。献祭的完成呢，在基督里已经实现，是我看这节经文的时候最深的一个感动。因为在约翰福音的第1章第29节就有说到，耶稣他用他的宝血洁净了我们的罪，所以他是我们除去世人罪孽的神羔羊。因着耶稣的宝血，我们的罪的赦免，也因为这样，我们得与神重新连结，建立关系。而以斯拉他们在这边是重新献祭，象征恢复与神之间的关系。第2点与大家分享的是，在地上的权柄与神旨意之间的关系。我们可以在罗马书里面可以看到第13章1到7节，里面就有叙述到地上的权柄是神所设立的，用于维护秩序善功。神能够透过我们意想不到的人与制度，祝福他的百姓，即使是外邦掌权者。而我们不是反权柄，而是要以智慧顺服并见证基督。在读完以斯拉记第15节到第36节，我们这边有几点可以运用在我们生活上，跟大家分享6点。第1点，神看重顺服，就像以斯拉去寻找利未人。第2点，进食是谦卑，不是仪式。第3点，事工以先，心要预备在前。第4点，神的保护是发生在旅途之中。第5点，完成任务后第一件事是敬拜。第6点，神的供应常来自意想不到的人哦。最后，以斯拉记第8章这里不单单是一段故事，它是一幅属灵的旅程图。一开始我们可以看到神呼召人，接着神引导人，再来神托付人，神又保护人，神也亲近人，
神使用人与制度来成就他的旨意，每一步都是神的恩典，每一步都需要信心的回应。期许大家都能够走在神所预备的道路上，收获满满丰丰富富的恩典。我们一起来同心祷告。亲爱的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的恩典，因为你看重我们顺服的心，并一路引导我们行在你所预备的道路上。主啊，求你让我们在每天的生活中学会用真诚而不是形式来亲近你，让进食成为谦卑的记号，而不是外在的仪式。求你帮助我们在面对每一件事时都能以你为先，先求你的心意，让我们的心先被预备，再踏上每一步。感谢你的保护，不仅在我们看见危险时，更常常是在旅程之中，在我们尚未察觉的时候，你早已为我们拦阻危险，铺平道路。主啊，让我们记得在完成每一项任务后，第一件事就是回到你的面前，向你献上敬拜与感恩，因为所有的成就都不是出于我们，而是出于你的恩典。我们也承认你的供应总是出人意外，你常常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方式与时刻介入，让我们再次经历你是那位信实、预备丰盛的神。我们这样子祈祷，都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